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这部主持人蹦恰恰。感谢，各有狗仔声伫咧吠。咱的狗仔若走来咱兜啊，咱兜就会赚大钱。感谢全球的华人朋友来收看咱上届有气质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届好看的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咱大家好主编蹦恰恰我本人，谢谢感谢。你是要主持啊？今日普通拢是人做贵宾，今日用狗仔来做贵宾，带因身躯边上届正少、上届保守这个狗仔来到咱现场，第一欢迎来江宏文、江宏文。来！哇！好了，好不叮当。来！你好，我你这个做啥子了？嘿，因两只收一个机缘呐。我本来我有饲一只黄金猎犬，但是差不多3、4年前伊就转去啊嘛。有。啊，迄时本来就无按算要搁饲啊。啊，因为不过你嘛知影，我真爱骑车的运动。嘿对。啊，有一条山路，其实我骑差不多要10年哦。我有蹬过，我有拄过较大只的流浪狗。但是我毋捌拄啊出事的。哦，有拄啊出事。嘿，啊，就是伫咧我迄只黄金猎犬，过身差不多半年了后，我伫咧同一条路拄到因两个。哦。啊，我就感觉这就是应该是一个缘分。所以说那个，所以带转来。我可以好名无？这大波叫做弟弟，查某叫做妹妹。我是希望伊永远快乐嘛，所以叫做乐妹。乐妹，嘿，啊，这位，这只高怪，不是高怪，你看伊片仔就长的吼，跟那迄个 NBA 有一个篮球选手说 Pippen，Scottie Pippen， 所以就好多 Pippen。较早迄个，甲迄个 Michael Jordan 对，芝加哥公牛队，公牛，好，加老的，来，你就位，谢谢。这是较大只啦吼，来，还有一个开始较古锥来欢迎林燕君小姐有请了。大家好，这只胖哥好。你好。你好。啊，这个什么名 ？Pony 啊 ，Pony，Pony 啊，几岁？差不多9岁10岁。会教人无？袂，伊足乖的。啊，欠起哇！我朋友啊，就心情无好，啊，拢会靠我讲伊要个 Pony 陪伊，因为安尼伊的心情来变好啊。你有个算点钟的啊？对，安尼会使趁钱啊。像伊吼带出去啊，人会捌伊哦，会叫伊的名哦，会使趁钱哦。Pony，哎。Hello, my name is Tony. You are Pony. OK， 好，今日大家带大家迄个爱犬来哈。对，好来。来就位。好。今日除了咱大家吃狗仔以外呢，咱今日老师嘛真特别哈。先来介绍咱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规定狗仔汪。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老师，你卡是迄个？这甲阮查某囝借的。哎呦，甲恁查某囝借的。这细只是啥？哎呦，我讲这是只狗啊。明明就是鸟啊。这叫欢喜。华语叫天竺鼠，欢喜，食草啊呢？食草啊，嘛食果子。哇，这好吃啊咧！哦，这天然呆自然讲。头壳里嘛，搁会皮酸啊，甲饲吼，袂惊。袂惊啊！啊，有时候乖像阮查某囝有时做代志，啊，伊讲倒在面床顶吼，伊搭个胸坎顶安尼，
家点点袂吵袂闹安尼，哎呦，这人的主人吗？袂这人的主人吗？袂。你若唔信来，你用草你家试看卖呢？你是食物的，嘿，来请，请，是啊，你看感官无够欢喜个，哦，你看呢？这够水的。啊，就俗啊！迄狗啊，迄狗啊，饲了偌贵咧，一包过一包。阮这草啊较俗啦。啊，就4几万就好啊。而且还对，像我透早去运动哦，等来晚操我开门伊，啾啾啾，伊知影有好康的来啊。哦，这我巧的什么？伊会叫，我开门的声伊会认呢。啊呢？我搞的。我是讲伊会甲你叫老师咧。没啦。啊，迄落你无带你的狗来？无呢，我无饲狗啊啦，啊，不过我看人咧饲真正是新鲜呢。对，我就是一只狗啊。是嘿，我想狗的，我想狗的，马子狗马西，我感觉饲狗啊，责任心爱足重的。我希望后狗啊，我就是爱互伊足自由的，唔通关伫咧笼仔内底。嘿啊，我的思想是安尼。再回钱，带你去食早饭。嘿，对，上好是会使先做帮我带1分钟啊。买早饭。那教安就好势。你边迄个才有可能。对啊。家己无钱无要紧，赶快来饲狗。哇，我拢去挂药治袂高，饲狗。哇，你真伟大哦！这只我有熟悉。对啊。我捌去领导。对啊。有什么歹习惯无？这只？歹习惯哦，伊会袂爽，拢会用伊的迄个放屎来嘿。来表示。表示，比如讲有放过我面床，哎呦，放过阮哥的面床，因为阮哥无爱互伊入去伊的房间，伊报仇。伊想我趁着一个时间拢门安尼，无使你开，拢冲入面先，先放一下讲。来，洪文，好啊，欢迎。我你这三只，个性无共款。个性完全无共款，因为这只年纪上大嘛，所以伊就一直想要做因两个的这个老领导者。老大。但是初因两个来的时阵较细只吼是会当的啦，因为因两个拢会乌伊嘛。哦。啊，慢慢啊，时间久了，这两只开始变大只了后。变成这两只就无啥想要插伊啊。有什么歹习惯无？这三只？伊的歹习惯是，伊也感觉你也无啥物注意的，无啥物注意伊的时阵哦，伊嘛是共款，伊会黑白乱放屎。哦。伊会想要引起你的注意。这个品种可能安尼哦。因为阮厝有一个固定的所在是分三个人，你固定你啊。因三只，唔是因三个人。对。因三只。固定咧方便的所在，对。啊，伊也是感觉讲，阮若是对两个较偏心的时阵，伊都会挑工去较明显的所在方便报仇。啊，这只点吼。这只其实吼，我感觉因拢真巧。我感觉伊是知影讲，伊是厝内面哦上细汉，地位较无。嘛，比如讲地位较无，伊知影大家拢上听伊。哦。伊知影伊是上细汉的哦，所以特别伊也是厝若是。拢会母甲足乱的时阵哦，我是咧甲伊骂的时阵，伊拢会伸过来甲我安尼挖我啦，甲我挤一下啦，甲我安尼塞奶啦，拢是伊。啊，若是伫咧厝，我是甲阮太太无啥发现两个人来，是咧冤家的时阵，伊嘛是会过来哦，伊嘛是会过来安尼塞奶啦，啥物？你后摆你试看觅，你甲你某相拍看假啥？哎有了解讲，伫狗的世界内底。老大是啥？人的老大是啥？阮兜迄只狗仔敢若教一个人尔，教我，无论什么所在总教。真的啊，拢是恁某咧家己饲啊。啊，就惊伊尔，我拄着伊敢若输啦咧，看到我变伊变老大，我一开始咧涂骹吼，啊伊安尼亮起来，向着我的重要部位挖来，啊！我闪一个咬伊只落，哇！我无骗你，去做破伤风啊，去过几礼拜。我碰个手指头啊，叫假老花破皮。哎，所以无啥敢挖的，你甲伊差不多啊。哦。伊会教你袂啊？袂，伊教嘛袂听。无要去看卖无？我都袂听诶。真诶啦，伊教就是敢若甲你算安尼。喊你。嘿，就伊袂真诶甲伊教咧。哎，阮兜只教真诶呢。系啊，伊较袂早大，你著教受大滴，你著受伤。啊，伊还好。对。哎，伊有什么歹习惯？歹习惯哦，伊会夹卫生纸。哦。夹卫生纸，大只狗拢会吧？啊是吗？我唔知诶。伊是拢甲带出来吗？伊我专门甲带了。
拄饲伊的时阵，我唔知，我就甲卫生纸就放啊伊会使会插会着的所在，伊就规包拢食去。多食。假卫星纸。应该唔是食卫生纸啦，假卫生纸，规个迄客厅拢是卫生纸安尼。可能有食咯，伊佫有南部的番茄酱哦。哎，碰好，伊迄是用伊迄假卫生纸是假无用过，阮兜嘛是假卫生纸有用过。所以就叫我喜欢你就比哦。不过我感觉吼，迄狗仔爱阮的味哦，迄阮也有用过，伊较感觉较好食。像我迄老鼻水有无？迄有用过哦，伊食甲津津有味安尼。你唔通啦，还是讲传染着？哎呀，破你吼，即只有啥物歹习惯无？伊其实无啥物歹习惯，敢若切着。伊这是要甲加的款的。无，伊足欢喜，伊咧笑啊。伊甲你笑啦。伊咧笑。嘿啊，你来看无？啊是紧张。狗爱笑。有啊，伊就讲哦，哎，这主持人足红的哦，得5支金钟奖的。哦，红到安尼，第一摆看到安尼。你看，欢喜的有无？你看，哦，要对你遐霸气啊！有，伊有啥物款的激动还是啥？你足唔甘的嘛？唔敢哦，就是个皮肤啦，甲老的是因为伊即摆12岁啊，嘿啊伊的皮肤就是较有迄湿疹，嘿湿疹，皮肤病啦，嘿皮肤病啦，啊我我就免不了啦，家己一直追，我就一直买足侪物件互伊食，看嘛，带去看医生安尼，我感觉足唔甘的。哦，定爱看医生，对啦，对，太赚的钱拢互狗仔用。嘿，对，我赚的钱拢伫你的医身躯顶啊。对，你看你，我会使甲摸。会啊，伊袂甲你足乖啦。你母啊对你遮好，吼，你较友好咧，嘿。你会甲伊装哦。后摆趁钱啊，摕转来吼。好，啊你上唔甘伊安怎？上唔甘哦，就是感觉伊那会老啊比我搁较紧。哦，狗仔1岁，差不多人的7岁。对，伊真个老足紧的呢，你看迄皮吼，拢会使安尼甲伊揪起来安尼。对，一只狗仔皮袂使安尼揪起来，你注射拢嘛为遮迄皮就是揪起来，对拢哦，伊真个较早拢幼咪咪呢，哦，迄皮肤是粉红啊色的，即马就无遮尔粉红，啊皮就足松的，啊会使迄涂骹拢会。是，你唔甘伊老遐紧啦。对啊，系啊，我逐工就讲你唔，你爱活较久的，袂使离开我安尼。你看这人，真的，啊，嘿，逐工拢爱困做伙。足好命，嘿啊，好啦，你上唔甘因安怎？我上甘因离开我伤久啦，所以我若是有时阵咧拍戏的时阵，中间若是会当休一2点钟，我就开车转去啊。哦，开车转去厝的，带因去附近的公园行的啦，啊是伫咧厝的，甲因小耍一下。查甫人你讲，休困毋是等于带某去行，是牵狗去踅踅。啊，搁再加上我甲阮太太讲，真爱动物，真爱狗啦、猫啦，所以变成讲，这嘛是阮2个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你讲兴趣嘛好，你讲一个共同的一个爱甲一个责任嘛会当的。啊，不得讲，你翁某有啥物无爽快嘛，就着遮怎化解决？是。恁兜有想要饲狗无？阮那个碰过，碰过，你看迄狗啊，随徛起来啊，表示反正随改变。随改变，你看足狗。啊，你上唔甘伊安怎？唔甘哦，啊，就是迄阵我等于高雄拍戏嘛，就是排练，啊伊放你一寸嘛，啊我有一阵仔是甲伊放伫高雄，比如讲1礼拜还是1个月安尼。离开一段时间。我母后来讲，你莫安尼带转来狗啊，安尼一段时间，那个安尼，互伊安尼走来走去啊。伊讲，我迄个上台北去的时阵，伊伫门口等，伊伫门口等我等来，啊，毋是要困那个困伫门口安尼。这大心的啊！啊，这狗拢会讲话无？伊会抢白。伊即摆要来考验大家台语的程度啊，可这甲你即摆坡拢有关系啦。就是讲饲狗啊，爱注意什么货？好嘞，老师来，养狗注意啥呀？饲狗袂当食巧克力。哎，狗仔袂当食巧克力，这个真重要吼。对，一直吐，是伊身体无在吸收巧克力这款讲。没错，非常好。我看我做臭肥，敢最了解安尼。哦，本节目开播以来上臭肥一届，为今仔日。
高啊通。来卡落来，哎，对对，我来饲狗要注意啥货哈？狗啊，袂使食洋葱，台语边仔讲啊？羊肠，洋葱。狗袂使食洋葱，嘿，连猪汤都袂使哦。狗啊吼，若食着洋葱，会洋气。哎呦，进前有朋友吼，伊一只迄个台湾土狗，15公斤的，啊去食着牛肉汤内底有用迄个洋葱落去控汤的，会汤啊个血个差不多11公斤的血，流了差不多6公斤，最严重的哦，会死哦。最严重诶，因为伊血毋是流出来，是你身躯内底消失去。嘿。溶血，我个第一摆听到这个，真恐怖，洋葱唔能食。我来卡落来，饲狗要注意啥货哈？狗啊，袂当食葡萄。葡萄。哦，迄个代志。有狗啊，冷果，什么水果当嘛食。有的水果狗会当食，但是有的水果甲一寡蔬菜狗也袂当食。葡萄啥袂当食？敢若是对因的，因为狗甲猫因的，敢若因的肝甲心咯。有脂会当排毒的迄个功能，无咱人的迄个承受的程度较好。饲狗要注意啥物货啊？饲狗就是爱定定家撸喙齿。撸喙齿，对。为狗啊，夹条每路安那边啊。对，硬撸。甲泡分。硬撸，甲讲我分去，硬撸。因为我的狗仔嘛无爱撸喙齿，啊，毋过若无撸，伊真正会迄结石、结石嘿，爱迄喙齿会落去，啊，伊的肠胃就无好。了解，爱定定甲撸喙齿来。饲狗要注意啥货哈？饲狗爱注意爱加指甲。哦，加指甲，无伊的腰安尼一直说一块。对，爱加一下。饲狗要注意啥货哈？饲狗要注意温度爱平均啊。是伊的温度，还是室内温度？对，就是室内甲室外，因为讲室内咱咧吹冷气嘛，毋是较凉嘛。啊，毋过外口毋是足热的，温度差足济，安尼嘛会着刷。哇！安尼伫内底着刷？对，安尼着刷叫做室内。室内着刷，迄个名叫做室内着刷。其实人嘛会，其实只是讲吼人吼有足济所在会用流汗。伊无。伊敢骹甲喙齿尔。伊看伊无汗腺嘛。对。哦，室内也着刷。对。安尼边啊？放去冰箱啊？无啊，所以你看，你拢无问啥热天我爱互伊穿衫。对啊，你因为真正毋是衫，真正是恒温衣。哦，足专业的呢。我唔知这个台语要安怎讲啦，恒温衣就是讲温度。叫恒温衫啦，就是讲一穿的吼，会平滑伊身躯的温度，袂去互伊感受到温度的差别。主动的家调节甲伊适当温度，一直保持掉。对，安尼较袂感冒。啊，你干那身躯尔，骹手也无，啊头壳无用着。都是伫遮上重要。这胸抗遮，胸抗遮上重要。是不是看高啊？无，拢是安尼。我第一摆听到咧。啊有啦，就是你的片吼，若狗仔的片若是较短，就搁较厚着刷，像迄法国的斗犬。巴哈是一个音乐家。巴狗啦。巴哥啦，我的贝多芬呢？我的马尔济斯嘛，常常去用讲是可尔必斯啊。我伫路边捡了一只可尔必斯，唔知要怎。今日大家地势高啊，袂歹呢。来，饲狗要注意啥货啊？饲狗爱注意植入晶片。哦，植入晶片就是这要紧啦，吼。对，身份证啦。等于伊身份证共款，永远放伫内底啊。对。安尼说路的，咱这某咪人的狗啊。会走无去。看不到，晶片来，饲狗要注意啥货哈？饲狗爱定时食迄个新丝虫的药啊。哎呦。
就复杂的吼。袂复杂，因为迄敢若是狗仔一个传染病。伊迄蠓仔定着了吼，伊会有糖会走入去伊的血内底。蠓仔，所以伊是伫蠓仔身躯内底会定得了是。哦，啊对狗仔影响伊得着这款病原喏。伊会死去，因为伊是迄糖啊，伫心脏，一定会死去的。了解，唔通哦，迄个心丝虫来，饲狗仔注意啥货啊？饲狗要注意，较歹的狗去外面都爱挂喙暗，高喙。因为这即马咱的政府都有咧规定啦，因为伫咧外面咱若是要找咱有一种有的较大型的狗，若是要出去佚佗啊，出去捞的时阵，若是有较厝的狗较歹的啦，是有规定爱挂迄落喙暗。惊伊咬着啦。对，咬到囡仔啦，是讲互相狗会去安尼骗来骗去，会去咬的时阵啦。哎，我知啊。我若下班之前先敲电灯，迄只甲我挂起来。哎呦！人惊着。你甲教？伊甲你骗啊！伊嘛爱挂喙啊。是阮兜迄只敲电话互你上。我来，来，饲狗要注意啥货哈？爱注意毛袂使加伤底。爱注意毛袂使加伤底，有的人热天讲天甲底较凉，嘿对，啊，如果迄吼，若伤热，伊会晒伤，嘛会受伤啊。会拍着嘛会受伤。哦，爱有一块保护安尼。是，啊，你莫甲伊个抹油安尼有？哎，敢会使？我知。袂使啦。应该是无安尼吧？伊皮下本来就有啊。哦，安尼晓。好了解，来饲狗要注意啥货哈？饲狗啊，若是要配种，莫用咬的。其实我无饲狗的经验，我听人讲的啦，就是。是什么叫做莫用咬的？就是爱等因冷静了后，才会当甲因分开，啊无迄某的迄只会受伤。无你讲查甫狗啊，你用公的我就知啦。哦，公的哦，公的。真的是狗啊吗？我有看伊迄个痛出来的时阵无狗啊。我唔知伊是安怎了解的呢，我嘛无看过呢。有啦，你应该拢有看过。安尼吼，我听人讲的啦。迄代志莫研究。啊，搁爱注意啊，好主人莫干嘅。对啦。了解，来，饲狗啊爱注意啥货啊？爱注意定期去健康检查。你看，定期去健康检查，虽然是狗啊，嘛是爱真重要哦。因为咱都有讲过，一年等于7年嘛，所以身体尤其是小型的狗、小型的狗，毛病特别多。对。来，嘿，饲狗注意啥货？饲狗爱有公德心，对，反正爱扣起来，甲你扣起来，莫四界放，那么饲狗注意啥货哈？啊，饲狗啊，出去的时阵爱用锁啊。哦，甲看到掉咧，你家己安全，别人嘛安全。来，饲狗爱注意啥货啊？饲狗爱注意唔当互因食人食的物件。唔敢对，咱都有讲过，这人食的物件是当时因为袂适应，变到脾气变歹。饲狗爱注意啥货哈？爱注意爱去注预防针。预防针甲做健康检查同款意思啦，吼，几个月做一个预防针。来，饲狗爱注意啥货啊？啊，饲狗注意就是买来带出去的时阵爱摕落啊。摕落啊？伊可能会放菜啊。心嘛。甲拄仔去注意。安尼啦，赶快意思哦。甲公共卫生吼，你讲注意啊，你讲摕落啊，赶快进个补充起来。哎呀，补充好来，饲狗爱注意啥货啊？饲狗爱补充营养品。什么人饲什么管狗？真的，咱啊对伊的狗偌好呢，你毋知迄领30几万呢？我是补充是真的啦。讲爱对狗做好是真正。老师，迄狗仔咧上好的台语边来讲？拍种，啊有的是讲小夹，小是敢若像讲尾啊，迄叫高尾，迄高尾，产的嘛是高尾安尼，小夹。拍种一般是人需要讲啊，这只公的品种袂歹，啊来拍种，甲低共款意思，看低个意思，所以小夹俗语讲了好。各位亲爱的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人啊，甲动物之间呢，有当时少着甲动物的在个过程当中，主人啊，甲这个宠物在这个佚佗的当中啊，建立了互相的感情。所以咱特别举办1年1度这个宠物在个大赛。
报名非常的多，哇，全国差不多报5500万外组来比赛。哇！今咱经过这筛选了呢，最后5名来到现场来比赛，卡上得到最后的冠军。啊，我是大会主持人。那分数呢，咱就要请来2位，因讲是权威，嘛因讲唔是权威。嘛因讲哈，来，第一位是这个林祖吟老师，欢迎你。感谢。第一位是这个林宗庆老师。大家好。是，咱来欢迎第一位参赛者邓安祖先生。哎呦，别人饲宠物拢是饲迄个狗啊、无的猫啊。对。你这只是迄个兔啊，是啥物？迄个欢喜天竺鼠。欢喜。那伊所表现在嘅是？伊吼有时咱要出去外口，啊，到底是买还是唔？阮查某囝发明的。安尼？大人囡仔拢卖阮，Coco 来决定。哎呦，这款代志，有啊，这是特殊在嘅哦。对啊，安尼大家拢免冤家。所以伊要讲话。伊袂晓讲话，毋过伊会抽人签卜啥歌，伊会去抽签。想讲，咱今仔来遮比赛，今日敢会赢？一个 A， 一个 A， 一个 B 对。咱即摆吼，甲纸放喺顶头。Coco 慢车，莫赶紧吼。咱即摆用这红菜头，一边拢3粒。想袂到伊的名，甲一个红瓜子的名同款。好来 ，Coco， 这个比赛敢会赢？来，请你指示一个，来，去，开始。哎呦，一丢毒。哎呦，你先食迄粒。搁咧想，伊搁咧想，感应。来，我拼掉。拼掉。倒来。哎呦，哎呀，听我，会赢哦，伊讲会赢哦。哎呀！世界杯骹球的比赛，才叫伊来教看嘛。对啊，阮有时拄的代志拢请伊出来安尼。哇！啊，趣味啦。哟，会准无？伊若欢喜就会准。哎呦！啊，若无欢喜就头安尼吼，顿顶地想者，啊，想讲安尼卖算啊，可能就无法度啊，袂准安尼嘿。所以今仔日是讲伊稳赢吼。对。哎呦！我看是。你有看到吼？再看到吼，有哈。哦，安尼我会再参考一下哦。是。感谢这个夏天杜先生，继续咱来安排第2位参赛者雅出场。嘿。哇！大家好，主持人你好。你好。伊的名叫做。伊的名叫做英文的 sing， 唱歌。是 sing S-I-N-G sing。S-I-N-G。你要表演的在个是？哦，伊要表演拜托甲吉奖，吼 ，Give me 5。嘿。哇！拜托甲 Give me 5。好。来，请开始。好，先来。拜托。等 ，Give me 5。Good boy！ 哇！赞！太真搞了！搁一个就好。来，2块啊！好，你2块。先等，圈，Good boy！ 你有看到无？无。我一遍咯。我看。哎，好，先等，圈。Good boy！ 你看，我用伊块。哦，伊点也手来，手啦。一定能哇，圈，弄也手啦。对，好 ，OK。哟，哎呦，拍，哇！来，平时才刚平一个。哇，这只 sing 伊的气质足好的呢，而且够识到过。平常时有咧练吼。嘿，我逐工拢甲伊讲足久的话，伊讲我足好。真正是足巧的，是表演非常精彩，感谢，这比一个更厉害哈！来，第3位来林彦君小姐，请出场。哇！来了！嗨！
我知你你伫初赛时，即个叫 Pony 嘛，我知。是。啊，今仔有啥物特殊的才艺要来表演吗？伊会晓坐咧压手，这足简单诶。压手，啊，佫会晓拍的，砰！计是那迄就咱就定咧看综艺节目咧，砰啊会变起来。嘿，来，请。我试看卖讲台语会使袂哈？讲台语。坐咧，压手，坐咧，压手。No, again，坐咧，压手，换手，拍咧。No， 拍咧。砰！你讲台语咧？再讲一届，坐咧。唔是啦，袂啦，坐咧，压手，拍咧，砰。OK，佫有一项伊足够跳的。来。欢迎，来等咯，来咯，嘿，哦，较悬的，搁一届。你第一要试较悬的。嘿对，然后跳灰裤，爱伊跳这，好来，欢迎来等咯，来。伤悬咯，伤悬，因为你找楼梯。卡伤短。OK。过去。而且你袂感觉好年交验军真正生了佮淡薄仔性咧吼，足高水的呢。你讲迄个卡的吗？无啦，就是规个感觉啦，系啊，哇，真正谢谢啦，谢谢，感谢哇。分数应该有那不离啊悬啦吼，但是一个比一个更加厉害，所以去第4位咱来欢迎江宏文甲伊的跳舞者出场。哎，哇！哇，别人带一只，你即个带3只，3只要安怎表演我都唔知啊。其实伫咧阮兜吼，阮兜上重视的是即个礼貌啦。所以我今日就是今仔有一项表演，就是这项表演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礼貌。International。是，但是嘛拢免用讲的。安尼？拢免用讲的啊，但是这最后一个答案我会甲碰过报告。好，来。坐好啊！我都有看欧英有坐咧，真头一摆就坐咧。是，你国际礼仪。就乖呢。伊可能是感觉伊的下班时间应该到。对，是，我跟你讲，真歹控制。啊，对，这里精彩的表演哦！哇，这个老师唔知什么意见无吼？我感觉这伊的主人拢无讲话啦，爱互三只做伙共时阵会当安尼有礼貌，我感觉已经是袂歹啊。是，其实我拄仔讲吼，有一个最后一个秘密是安尼啦，我是要训练伊的这个视力啦。视力。啊，这甲我今日真正衫有真重要的关系啦。你看顶面写的英文。Who's your daddy？ 像是恁老爸啦。哇！你要互伊看这。看好清楚啊。了解，谢谢，感谢。袂歹，好来。像是恁老爸。来第5位参赛者，欢迎阿万出场。来。哇！喂！啊，请问阿文先生，你今仔甲你这跳舞要表演的是？伊会使做者，会晓做者物件，基本的坐落来啊，换手啊，甲。这种看过啊。这种看过啊，不过伊上特别是因为伊手都底有弯啊，无弯。你表演啦！哎呦，袂歹呢。不是，即摆啊，因为骹足底，啊手足高水的。来你看，来啊，阿布，坐下，阿啥？哦，你看这地，你看这地，换啥？就够子阿姨来，一直换，来换啥？哎，伊感觉你就无聊啊。上厉害是吼，我球弹出去，伊会使扣断，啊，放伫我手顶管。哎呦，这是简单的代志。嘿，哎，无伊可以讲谢谢。讲谢谢。放伫你的手，放我手里。我来。去。
来积极一点，积极一点，积极一点，来，啊不来，球球，积极一点，积极一点，球球来，球球来，积极一点，来，谢谢。哎，是。好，来，去，积极一点，积极一点，积极一点，球球来，球球积极一点，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一些草编了，动起来，动起来，积极一点，积极一点，积极一点，头壳上骨了，拍谁？头壳较骨啦。 That's good。好，感谢。哇，表演非常的精彩。啊不来。好啦，来两位评审嘛，最后宣布成绩吼啊，看卖今仔冠军是什么人哈？这是要安怎评？大家拢做好的呢。啊，来，你分数我看一下，我来知哈。啊，今仔日咱经过5组这个比赛了，最后咱这今年啊，这个宠物在艺大赛冠军是林阳君小姐。 好，经过这个裁判这个评审嘛，还有另外还有奖品，还有奖，就是最佳造型奖。最佳造型奖得奖的人是请宣布。娜娜小姐。娜小姐，嘿。来，恭喜你。好来，你这请这到请啥冠军？哎，恭喜！这是你的奖。是，感谢。是，还有最后一个奖啊，这是特别奖，这奖要得就无简单，这是奖叫做最不受控制的奖。来，请问得奖人是江宏恩。来这颁奖好了，谢谢，欢迎来个家。是。好，今天比赛来最主要唔是讲话这无受控制奖，唔是讲甲人的关系，可能来这状况要来形容呢，可能场地的因素先啦吼。第一句叫做早寒到唔知热，第二句叫做到醉先盘。好来，叫两句小句嚟遮。来，各位赞成第一句，请举手。好，来2票哪了？3票。好，恁赞成第一句，好来。严君啊，甲恁两个是赞成第二句。好，到底伫这情形之下，对一句才算对吼。来，老师请解答。第一句吼，早寒到唔知热，这句是为应该较我客语方面，咱台语是讲迄个寒到唔知热受。哦。寒到唔知热受，就讲天气足寒。咱会穿足侪衫。是。有时咱去外口做广告，今日到内底咱有开迄个烧气，啊到内底到应该甲迄领衫烫掉，毋过一直穿落拢毋知影烫，就是咱毋知影变通啦，就是真有够食滋味吼，袂变，毋知变通。啊若够煎煎盘吼，人个物件煎好势吼，拢芳走去啊，到来遐煎的，敢有效？无效。看有食无，干巴眼，亲像不做庆油烟呐。所以若讲照安尼无受控制是应该主人毋知影变通，所以应该是啥？早寒到毋知热。好来，无论安怎拢学着两句的意思啊！吼，来拍鼓励。这首是老台湾先生写的，叫做《千狗》，但唔系千狗，或者千二吼，就是应该是写足侪狗的情形，可能有1000只。好，咱家中摕一只出来试看卖咧。好来，大囡仔，你先读阮听看卖。小狗无感冒，唔免去病院。用枪加重，拖咧铁链加路人，走狗无卡抓，抓来抓去，抓背抓来抓背去。环境无药医，死狗放水流，渺茫真事啊！水涌奔海儿。你有要紧无？老师，来这些无你来，我无法哩。小狗无感冒，用枪加重，拖着铁链交路人，这是一种狗，小狗。所以讲小狗真惶恐，就是安尼。吼，第二种是走狗。走狗无卡了，走狗应该是迄个了白啊，所以应该是了白啊来，了白啊去，环境无药医。了白啊来，了白啊，了来了去安尼啦，
啊那死狗，伊在是讲死鸟吊树头，死狗放水流，忘了前事啊，随影滨海尔。所以这个后壁敢若咧形容讲是个人的个性，啊，就对这阿多规定放下去啊。系啊，放下啦。嘿，迄代志做这代志，等你叫我都计较啊。放下你请一直看我。咱会当未来愈来愈好。感恩哦，感恩。所以这个物件，我感觉做伙读吼，会较无遐气味。好，我请一个来读，来班长。哎，是，互你表现一下。好，来，用一个敢若吟诗的方法呢。好，食了。小狗无干毛，中枪加重，拖着铁链加路人。走狗无骹绕，绕白仔来，绕白仔去，反正无药医。死狗放水流，梦妙真事啊，随影滨海娘娘。水啦，来，好，感谢感谢。其实应该我来念吼，更好有感慨啦吼。尤其是后壁这两句。啊，死狗放水流，梦妙真事啊。随影滨海娘娘啊，好足牵挂呢，凡事放好开，未来前途一片光明。感谢大家欣赏，后回请继续去看为山为水为你老山水。